就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沙林堡警察和食毒西进行的请假弄事，今仔日一审宣判，肇事的驾驶要关18档6个月，也毋过伊态度无好，互家属心肝真痛。新北市一搭工地路边破5公尺深的土坑，一架沙石车并车，加载是无人伤亡。警方发现厂商有违规，除了停工，也甲伊举报。有海巡署队员甲咱海迄个机密交出去，已经互检方甲起诉。另外，航空联盟董主席也咧替中国做代志，一审甲重判10档。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6月26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即马中国一直咧无渗透，有咱海巡署的队员去互甲吸收去做间谍，甲台湾甲菲律宾海域的机密拢搞去，涉嫌违反着国安法，即马已经互检方甲起诉。也那这航空联盟董主席屈鸿基也替中国来做代志，伊是找6个退役的军官，涉嫌伫咧台湾内底来发展做类型的武装组织，今日一审甲重判10档。海巡船舰伫台海前线赶走外界的中国渔船，展现捍卫海防的决心。不过，海巡署南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胜利的队员，刷起中共渗透。为2022年开始，以每一季收6万国家年终奖金，向中国交付台菲海峡任务舰架飞弹射击警戒区域是意图。检方日时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胜利的队员。海巡署正崩市于去年9月配合基隆宪兵队共同侦办案件，李元昭裁定羁押时，舰队分署立即召开考纪会核定停职。另外，海军身份中心将上诉姓陈的查甫人，因为积欠债务，和对方吸收交付国防机密资料。台湾高等法院依照陆海空军刑法交付军事机密罪，判处姓陈的查甫人2年2个月徒刑。另外，航空联盟董主席屈鸿基也互中共渗透，吸收6个退役军官，涉嫌伫台湾发展武装类型组织，想要引进10万的强军侵台。这家人搁去美国在台协会驾驶为军事基地翕相，为这做漂渡交予中国。26一审判决出来，7个人拢互判刑，其中屈鸿基互人重判10年，还会当上诉。你找到共谍后，你后续的动作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像吴钊燮的例子嘛，何仁杰是这个共谍，请问吴钊燮有被叫去问吗？是不是因为他位阶太高，所以没叫去问呢？在你自己的身边，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觉得你好像有受到相关的诱惑，这样说吗？你都可以跟国安单位检举。对哪位陈永康提案要修法，甲金马海峡顶禁限制水下船只，由国防部改造海委会，立委批评会开国安的漏洞，和国际对台湾的声援失效。那样表示修法是因应现况，确保两岸和平。不过海委会甲国防部进前捌表态无认同，认为安尼恐惊主权不明。记者综合报道。好，除了这国防的备案以外，即马来关心这经济的备案。这是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因为牵涉到供电备案，检方今仔日呢是去超检科会主委办公室，也有伊的徛家，就连这主委本人嘛，互人带去。初步了解，那像就是因为甲特别费，也有公务车使用有关系。也那台南市市政府呢是回应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办公室头仔年久来，看房当中会当看到人影。台南市检科会主委王志成是面小叮当，落尾甲喙暗挂开。结果入去到台南市检科会主委室的人来自调查局南基站，照地检署的指挥，26透早朝台南市府查考相关的证据。是什么业务吗？我都不知道啊。那就让他检举，乱检举，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专案技术甲检讨会主委的特别费公务车的使用有关系。经过了解，检调接到检举，王志成技术特别费使用无妥当，也涉嫌以公务车接送亲人。透早分别朝伊的主委办公室、徛家等等，也甲王志成甲其他的证人带到去南基做讯问。我们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那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检调单位来厘清案情，期望能勿枉勿纵。大概第一个特殊会，第二个我们听到是
交通车适用，这全国上流行的项目。案件才开始了，各县市拢有这个代志，唔是甲台南市。台南市府防超速毋是第一届，前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玲设立光电的备案，检调2届超速台南市府，这届又有检考会主委互人检举。不过台南市回应立场未改变，会全力配合调查，因为案件搁在执行当中。台南地检署会看检察官调查涉案经济轻重做出决议了后，才搁对外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7月，伫新北市三重埔有一个28岁姓黄的警察，半暝伫咧巡逻的时阵，互一只驶正向的车架弄死，而且这个肇事的驾驶黄国维也搁有食毒。今仔日一审宣判，这国民法官是甲判18档6个月，专案要通上诉。这受害家属的律师是感谢法官的判决，也毋过针对这驾驶迄种无要忏悔的态度，家属心肝也是真痛。去年7月，全国发生第一件执勤巡逻的警察，互颠倒向佮食毒驶车的查某人黄国维冲动，结果殉职的事件。事后，新北地检署照公众往来安全、致人以4载罪嫌起诉黄国维。日落，新北地方法院做1审的宣判，黄国维被判18年6个月，会当上诉。有比我们想象的高。那其实也蛮谢谢国民法官，就是反映了全国的法感情。整体来说，最不能接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在乎，对于交通法规的漠视，还有整个过程理所当然的感觉。那这我相信对家属是蛮伤痛的。互警察的家属真痛心的，就是姓黄的警察，伫咧殉职的时阵，敢若28岁，已经结婚，有一个后生，是厝内主要趁钱的人，却拄到食毒驶车殉职。过去新北市敢若伫网络公布食毒驶车、食酒驶车含拒测的累犯。即马新北市交通裁决处第一摆甲这个累犯的名、头像含违规的地点公布伫咧各区公所、警察局各分局等公布栏，希望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即摆公布食酒驶车含拒测累犯的名单拢总31个，敢若食酒食毒驶车第2摆都26个。赞成，就有贴才比较明显啊，才知道是谁啊。你都有就是犯法的想法了，被公布出来，你可能也不会去太在乎吧。希望可以提高民众对酒驾议题的关注，那可以达到一个警示跟教育的效果，来降低酒驾的一个发生。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表示讲，新北的公告是以涉及伫新北市的民众为主，若是外县市的民众伫新北违规，会发函予户籍地县市政府来处理。但是，甲违规名单公布伫公布栏，敢真正会当有警示的效果，降低食酒食毒驶车的发生率，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即马台票是一直咧起，敢若拜2、拜3就起3角，今仔日嘛起到29块1，也毋过台票起到遮尔啊凶，有可能会冲击到咱的出口业。有机械业者是预计讲今年可能会了上1000万遐尔济，甚至有人是惊蝕本，所以暂时无要接单。这无成交的问题也会愈来愈严重。拜四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又搁延续强升的势面，以29.36开出，升3.1分，盘中捌来到29.151。只是这届起遮济，已经互一寡做出口的机械业获利受到影响。随便都损失个几千万台币吧。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有少量的传统产业跟中小企业，有部分开始在修无薪假。这个产业就是哀鸿遍野的状况啊。也许他认为是整个产业有进口跟出口的互相抵消。可是我还是要讲，对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就是伤害这么大了。有业者反映，做机械业将近40年，演过毋捌拄过，亲像这阵啊，这届台票升遮济，互因袂付避险。国家新台票这阵啊，伫亚洲货币内底升达上强的国家。啊，毋过看竞争国家，像讲日本是落价势面，但是中国又搁拍俗价伫促销，互出口业者内外受害。观察这阵啊，台票兑换美金的表现，顶礼拜5收伫19.529块，拜一落价了后，拜二甲拜3随个反弹回升，2天内台票强升3.43角。接下来看起来台币甚至趋势还没结束，所以该避险的还是要避险。那你比较难期待，都要靠央行去把汇率调节回来。当订单跟出口减缓，可能会带来这个无薪假，那就会冲击就业跟所得哈。所以呢，也可能会冲击民间消费的力道。根据知影消息的人士讲，央行为了无要让台票汇率快速升达，团队已经采取上新的措施，除了甲大型企业集团单日放汇的金额限缩伫1000万美金，
禁。顶礼拜佫限制大型出口商爱伫早起10点后才会当进场放货。不过，即届即个讲法也无得到央行的证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诈骗集团定定拢会用赖的群组来拐人投资，刑事局的警员呢是藏伫这群组内底，含赖的官方联手，甲涉嫌诈骗的73000多个口罩全部拢甲停权。警员向前甲人地地吹对方的颔棍仔，当场压制伫涂骹。住哪间旅馆？旅居，是不是？红脸的外籍男性来自马来西亚。经过身份的清查，是去做观光客来台湾佚佗，实际上做诈骗的车手。连续弃获叶姓以及杨姓2名马来西亚籍外籍车手，并且在2人身上查扣现金76万余元。这类诈欺的车手，真侪领的阿查钱拢是对假投资来的，不过拐骗的一个大平台内，有真侪口罩拢变做安尼。个人的口罩变做不明，诈骗投资群组消息。原来刑事局甲咱的联手，伫1个月内找出73000个古怪的口罩，目前已经停款5万多个。不同的账号在同一个时间呢发送一样的讯息，那显然就是诈骗集团用机器人的操作，然后用傀儡账号来发送这些讯息。警方亲力得赢。照面册顶平台，亲身家伫咱的社群，才阁对群组内底分析可疑的成员身份，通报咱来处理。只是要未有明确的犯罪事证，直接大规模停权。刑事局是坦白讲，可能有用户无缘无故互人停用，不过若是停用停唔对去，拢会使申诉甲反映。像 FB 什么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杜绝他们啊。那我只是说上面有在注意，我们还是会得到多一分的保障。而且他们是职业惯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再去开设新的账号。这届历史上头一届大规模停权涉嫌诈欺的口罩，有部分民众拢真赞同。不过，这件诈骗集团即马互强制停用了后，有缘会当找到人头，搁再办门号来注册，根本无法度真正主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咱看这诈骗集团除了拐投资嘛，定去拐外国人来做车手。中华今年到5月为止，受133件的诈骗案，这当中发现外国人做车手的人数是加真多。去年同期是敢若2人次尔，也毋过今年呢已经差到107人次，已经加50倍啊。看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察随出动压制。中华分局最近咧侦办诈骗案件时，发现有2台奥多拜常常出现伫领钱机仔附近，掌握可疑车辆的活动模式了后，卖获成功抓到3位外籍车手。帮我告这个，帮我告这个，出来！嗨。本分局在今年6月12号成功查获一件诈欺案件。当场逮捕1名担任提款车手的外籍移工，随后在其宿舍拦截另外2名共犯。另外，鹿港分局最近也抓到1位外籍学生咧做车手，嫌犯表示是伫社群平台找头路，对方讲只要去 ATM 领钱，逐工第一有挣1000块的薪水，想袂到竟然是做车手。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5月，计共查到133件的诈欺案件，查扣诈骗集团不法所得的现金、土地等等，总价达5亿808万外，其中外籍车手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今年以来，本局查获诈欺车手630人次，那其中有107人次是外籍车手，部分是合法的移工、兼职车手赚取外快，那部分是在网络平台接受到诈骗集团投放的求职广告。警方表示，去年同期外籍车手抓到2人次，今年到5月份已经查到107人次的外籍车手犯案。针对外籍车手增加，警政单位也结合移民署、劳工处、中人公司等单位加强宣导，避免外籍人士因为语言未通、无了解法律观念，转互人拐骗，成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又搁发生工地意外，这是新北市龙门路呢有一搭工地，这头前的路面熊熊塌倒，这个土坑受5公尺遐尔深，有一只沙石车嘛因为安尼来并车，这工务局初步判断，就是因为这连续壁的工程做了无好势，地基互漏去，毋才会造成这桩意外，加在是无人伤亡。那警方是发现讲，这个厂商无照规定来申请许可证，所以除了勒令停工开发以外，也照道高条例加以举报裁罚。
刷救车临时停伫路边，但是涂骹刷熊熊落落去，车身一个出去，后链落落去，规台车对正面变过去，掉伫坑内面。他现在要带头走而已啊，是大路会落落呢啊，去讲到迄个典型的蓝线呢。车辆是慢慢的倾斜。后面是有人在那边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路破一个大坑，这个坑有4乘15公尺，落落去有5公尺深。工程人员紧急到场来抢修。代志就发生在新北市3重埔的龙门路，时间是日落早起的8点外。工务局推断边仔艰难的工地的时间，都是造成落落去的原因。为做好相关安全维护措施，已经违反建筑法63条的规定，我们已经予以现场勒令停工。那后续最重得核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目前尚无扩大的部分。这个地方呢，临近淡水河，非常的接近，它的地下水位受潮汐的影响非常大。那再加上三重地区的土质所以比较疏松，所以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造成地质的不稳定呢，而衍生这个坍塌。就算无人受伤，但是营造商已经奉下令停工，各位依法来揭发事故的调因，工务局初判是工地在做连续壁的工程，造成车道的地基流失，施工的车阁载满沙石拖远，相当原因和路面是未堪得这么重落落去，但是详细原因搁要等后壁厘清。第一次遇过，地质关系才做连续壁啊！我一般这边楼啊、三重应该都是做钢混装啊。这个登得起的工地在事故发生进前，施工的过程早就已经发生崩坑的现象，即马搁造成路面规个安尼落落去，业者嘛发现讲因无照规定来申请通行证，互警察检举，相关会当罚因4000字。没有后续的一个灾情的话，预计今天都可以做一个结束，地基把它强固起来。这摆现场是持续在交管，坑的4库底也是用交通笋来警示，等公线检修完成就会开始回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的成功路，最近是咧施工，这建商呢是行怪手，也是讲大卡车，这出入会甲路底歹去，所以转来铺铁板。也毋过呢，这铁板是铺超过100公尺，而且上骨啊，所以有人骑奥多摆勒残这手骨，才安尼积去。这市政府是要求建商要赶紧来改善。民众骑奥多摆骑到一半，煞拄到道路顶悬铺铁板，惊甲赶紧甲抢花换安，唔敢大意，就惊无细哩车会因为铁板的关系，车出去滑倒受伤。很陡，会怕会撞到铁板，然后会跌倒。我开车其实就影响很大了，可是那个骑摩托车那更夸张，那个完全不太能骑。前阵子我们里面社区的时候，已经有住户摔车，然后手骨折了。新竹市成功路最近路面铺铁板，长度超过100公尺，因为附近当咧施工的建商惊重型机具出入地歹路面，才临时用铁板来砍咧路面，所引发安全疑虑。市府接到通报了后，也派人到现场，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要求厂商应该提送改善计划，送本府公务处及交通处审核，达到道路安全设施标准之后，并尽速修复路面。在领得使用执照前，也会进行全面的道路铺设。铁板伫路面平常时就已经真歹行，露天更加危险。后续市府工务处会按照道路安全设施标准，要求建商赶紧恢复原地路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对来自新北市的兄弟仔呢，是假做电信公司的员工，去到人大楼内底来专门偷加人的电缆线。初步估计是有33栋大楼受害。这专家表示讲，因为这电缆线呢是连避雷针的，若准甲线加好掉，安尼雷公卡了，可能会互大楼的电力设备拢害去，甚至会导火，这是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警方入去到嫌犯在新北的徛街，甲这对姓郑的兄弟做伙逮捕。来开哦！啊，派出所，你去。台南的警方下区办案，因为监视器翕到这对兄弟是穿电信员工的制服，各驶黄色工程车走入去大楼的地下室，边仔的人含警卫准是讲是来检查设备，无想到是锁定台南市的大楼，偷摕避雷针的电缆线了后，就甲摕去转卖来赚钱。现场查扣作案是用所使用工作服、工具、赃物、电缆线及安非他命等证物，
全案依加重窃盗及毒品罪嫌重办。警方初步了解，其中一个人是毒品列管人口，因为无钱通开，就去偷摕物件。真正伫桃园作案的时阵，就捌互掠过。估计不法的所得有300多万，有33栋大楼受害。初步估计大概要65万至100万左右，现在是概估。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金钱负担非常大，影响很大。打雷啊，打雷当然怕打死人啊。还有那个电器用品会坏掉啊。风头摕电缆线社区是真无奈，因为电装都要开几20万，而且这几天西北雨是一直在落，大家嘛烦恼讲会互雷公去掠着。依照中央法规、建筑技术规则的设备偏而言来定的，所以它还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就是建筑高度在20公尺以上都需要设置避雷针这样的。那这个放电下来的时候呢，它会走比较好走的路径，离它比较近的路径。那所以说呢，我们大楼因为比较高的原因，所以最上面我们再装个避雷针呢，可以闪过这一个雷电，直接打到建筑物的危险。物理老师讲，避雷针主要是用铜来做材料，把室内的电流导入去地面，也是把建筑物的电荷放掉。安尼大部分单位讲的时阵拢会当闪掉。若是建筑物无避雷针，互雷浸着，影响出现的高温含高压放电，有可能造成电力系统损坏，甚至是导火烧，效果会使讲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东火车头外口的广场呢，伫2018年的时阵有设一座红头树，原住民偷开以上的艺术品，也毋过因为是白铁啊所做的，所以变那这日头甲照落，反射的光就互人目睭真无爽快。即马民众是甲代替顶前，希望会当赶紧改善。台东火车头外口这个大型的公共艺术银开，伫热人的时日头一拍，对白铁的材质表面会反射出强光。有民众反映讲真差目，而且佫会影响到赛车的人看路。它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它的确会有反光的问题，因为那边刚好又是转弯的位置。最重要是影响开车的那个安全性。这个装置艺术对2018年设好了后，反射强光，火车头附近的民众真困扰。佮传出有人因为安尼去看眼科治疗目睭，代替公司这2天派人到现场，和台东县府也佮市公所会勘，想要加以改善。若是要改变艺术品的设计，需要得到关注者、意大利艺术家佮在地艺术家的同意。讨论了后，目前敢若会当对银块的四边用热光的物件来消毒反射的光。是做一道那个广告围篱，广告围篱，把它做成大概 L 型，把这两端把它框起来。不过，这个装置艺术宽度有8.7公尺，直径有11公尺，一时之间要找到大型的热光的物件真困难。经过讨论了后，目前先用黑色的网仔把表面盖起来，暂时消毒反射光。代替公司会佮甲艺术家讨论，敢会当改善材质，或者是伫四边种真大丛的树仔来遮光，降低产生的光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的是，咱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是甲今年的7月定做是国家团结月。除了是汉光演习以外，即马各县市也会来配合演练。另外，咱的内政部也要来发布新的防空避难的指引，教民众咧走空袭的时阵是要安怎就地来保护家己。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第4届会议确定7月是国家团结月，因为汉光41号演习要起过以外，也要配合举行省镇论成防空演习。中部、南部甲北部分别是7月15、16、17的下晡1点半到3点，东部甲外岛是18透早10点到10点半。将选定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实作，并在周边行政区域开设配售站、急救站以及救济站。同时，全国22个县市也将同步进行防空避难与民防演练，全年也会有门市加入。军民同心合作，也头一届增加伫大白场甲百货公司进行避难的演练，加做各界关注的重点，要互民众直接参与瓦近生活情景的演习，提升自我保卫意识。完全配合中央政府一起合作，我们也希望民众要遵守相关的民安法规定。内政部真正公布要开闸通容允500人以上的防空避难设施。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配合修改相关场所的公安申报表单，确保符合规定。
另外，内政部也发布新版的防空避难指引，内容照乌克兰甲以色列经验，重点放伫空袭警报弹的时，无法度随入去避难所的民众，爱安怎伫原地自保，建议民众闪开门窗甲外墙，避伫离爆炸源至少2道壁后面，并且保持拍热，随小可铁开来减少冲击伤害。预计在6月底的时候发布。它的基本原则是：一、避难位置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避开门窗与外墙，远离易碎物品。现在都是精准导引，恐怕是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缓冲时间去预防。这个指引，我觉得它就参考这2次战争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个意义。学者指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佮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拢会当看到飞弹精准打击的趋势，也大大压缩预警的时间。所以，互民众伫警报声弹了后，快速找到适合场所避难的这个知识，变更较重要。国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畅水南海群号，今仔日是展开第2届的海上测试，这摆是要来测验扑航的能力。咱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这海测拢总是有34个项目，海群号完成这届的测试了后，就会来测验畅水50公尺，还阁来是200公尺。照这计划是会伫9月来完成海测。海军256舰队官兵带军人员伫头盔穿救生架、扭安全锁，一行人徛伫甲房顶，各组江南海军号浪9天后，26大阵人展开第2届海上测试。官兵坚信确保海群号无各样符合出海条件，海群号慢速驶入开港口进行扑航测试。毋过高雄港第2港口即时影像，本来当直接看海群号出海，直播煞互人关起来。高雄市文化局是讲，避免影像外流，影响航安甲泄露秘密的风险。海群号进度前沿，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海群号的海测差不多34个项目，按计划伫进行。海军表示，海测有3阶段，会进行3至4届的扑航测试。潜水测试大概我们预期大概是50公尺，50公尺的测试左右就要对。那在完成潜水的4航之后，还会再进入到深水。那深水大概会到我们要求标准的规范，大概200公尺左右。海群号若顺利完成第1阶段的扑航测试，第2阶段就会试航50公尺的畅水，第3阶段则是畅200公尺。3项完成了后，海军才会进行作战的测评。不过专家是讲，海群号扑航测试好亲像也是挖靠电池底塞，无启动主机，引起关心。海群号算是第1艘试作舰啊，那很多的一些不便或者说不方便测试，我们可以容忍啊，但是我们希望下次好还要更好，就是说过了阿法点之后呢，赶快解决可能有主机的相关的一些系统整合问题，赶快切换主机跑一次，让国人看，然后以安国人民心。台船并9月完成海群号的海测，在1月交南，强化国军反舰作战能力，反制中国对台的军事扩张。国防部2日发布查到，中国苏凯30空警500等各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拢总21台出海活动，其中16台超过中线甲伊延伸线，进入咱北中东部也甲西南空域，配合强南执行联合舰备警巡，国军严密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全台大罢免来看，今麦24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7月26就会来投票。罢免团体今麦是宣布要来启动16天的廖警行动，7月初4就会对花莲来出发。那做行程，嘛来呼吁咱的赖清德总统，就爱做伙来参加造势的活动。另外一边，这国民党呢是抢到投票前一枚，伫咧凯道的路权，要甲大廖警来拼场。大罢免要持续伫咧滚价。目前有24件立委罢免案，确定会伫7月26进行投票。罢免团体启动16天护国示警的行动，按算7月初4为花莲出发，顺时钟来示台湾，重点会伫台北青岛东路来集合，而且呼吁大总统做伙来造势。商请总统这个参与最后的造势，这现在已经不是在要规避什么蓝绿对立，现在是民进党的责任，作为执政党。你要把国家的执政权拿回来。针对大罢免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批评大罢免是采取政治恐吓、煽动舆论等等的方式来打压在野党，呼吁台湾的百姓拒绝政治操作。那这个举动，嘛，方解脱组是公开支持方罢免的蓝营立委。
我想民进党最开心啊，每一次都是用所谓的老共牌来想要打击政敌，不要学着做所谓的独裁者，想要清除杂质。7月2号的选情之夜，凯道的路权确定是由国民党摕到，因要招几啊万人去凯道反罢免。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哪像涉及伪造提议书的案件，2号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罗秉才、新店服务处的主任廖伟辉、助理廖时军、甲林祖玲。台北地方法院暗时裁定廖伟辉甲廖时军2个人羁押禁见，那林祖玲是20万交保。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那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希望司法可以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了。那罢免民进党立委陈莹，哪像伪造提议书的案件，检调2号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也有专委李德全。检察官讯后2个人是无报请回。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生活宝贝啊，咱要来关心的是，这几天的这天气是真热热，而且水汽嘛真多。亲像今仔日下晡伫屏东的盐埔乡，也有马家乡，是有民众看到落冰啊角。这气象署证实，就是因为这个冷心低气压通过，造成强烈的对流，所以唔才有这款的天气现象。那专家是评估讲，明仔载呢，又是同款的天气形态，所以提醒新竹以南，也有西部地区的民众，拢爱加加注意啊。那透强风上大雨，各单位讲，闽南县保险乡进行川顶村增加马家乡三河川，甚至出现冰雹。民众正好奇甲冰纸捡起来翕。气象署恒春气象站证实，26下晡因为冷心低压通过，出现强烈热对流，也有真激烈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的上空有冷心低压的通过，屏东平原今天下午有强烈的热对流发生，那这些热对流常伴随着打雷、闪电与剧烈降雨也有可能出现较长阵风跟伴随冰雹的发生。气象专家解释，冷心低压大部分伫海面形成，伫大气层底层的高空，中心温度比周围较冷。进入台湾陆地了后，地面的温度悬，形成顶悬冷下较小的状态，搁加台湾的地形甲热力的作用，对产生比平常时搁较强的对流。冷心低压的东边跟南边这个地方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些比较旺盛的这个对流系统，所以造成就是高空比较冷然后下面的部分温度还是很高。那再加上台湾地形还有这个热力的作用，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热对流的这种现象，那比平常的状态要来得更旺盛。而且冷心低压会搁较靠近台湾，桃园、新竹以南西半部地区拢有机会出现真强的对流，提醒民众注意。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总监贾新兴示警，6月30至7月7号，太平洋高压偏强，到时阵大台北地区爱注意偏悬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民众都爱注意咯，即马台气今仔日开始就要来改时间，因是要求这重点的车站是爱来成立行动服务组，来加强引导旅客。也毋过呢，这台铁产业工会是来批评讲，因员工的薪水无较济，也毋过这工课呢煞是100项，尤其是夜间的补贴是敢若160块，等于就是咧欺负人的。这企业工会嘛来提出警告，要求这补贴上无是爱起到和高铁475块差不多。台铁2日开始年度大改点上路，北部地区高峰的时间增加运能，台北到台中也伫拜六增加车帮，提升直达的量能。不过，真侪旅客也无清楚，到车站了后找无平常时坐车帮。像我现在坐在竹南哈，现在10点，那你看我来这边，那要等到11点才有自强号呢。刚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时间都不一样。因应改点，台铁公司成立列车时刻调整以及应变小组，为了方便旅客查列车的时间，也印纸本的时刻表计共8万本。另外，成立行动服务组来加强引导。不过，引爆第一线的员工不满，根本是压榨现场的同仁，拿员工的士气、拿服务的品质以及民众的安全来开玩笑。台铁产业工会批评讲，公司化了后人力无够，待遇无合理的提升，又搁一直增加服务，
对于前一天新任的董事长郑公婉伫立法院答询的时，提出夜间的津贴有机会由120块提升到160块，安尼是无法度接受。是160元这种可怜的水准，因为8年才涨40块，这是对员工的羞辱，而不是肯定。475至少不能离得太远。因为毕竟来讲话，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来讲话，比任何的轨道事业里面的工作的压力还大。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国营的一个公司嘛，会有一个总用人费率的一个控管啦。针对企业工会讲，要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代替回应讲，当然根据国营事业相关的规定，并且透过劳资协商甲团体协约的机制，和工会充分沟通，大家共识了后，会赶紧按照程序办理甲调整。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铁，其实因登记以来拢有提供12岁以下，也有大学生的优惠票。要么其实这当中的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是拢无拍到这个，这互一寡青少年真不满，所以去找立委来申请。虽然讲即马高铁受伫歇热期间呢有提供青少年的优惠专案，也毋过其实家长甲立委拢希望这款优惠会当常态化。即马伫咧高铁买票的 App 顶面，12岁至18岁青少年已经会使买到7月份半价车票啊！这是高铁为着要因应学生囡仔歇热提出来优惠专案，鼓励青少年会当趁歇热的时阵出外行搭。毋过，就家长认为，干那限制7月份到8月份才有优惠，根本就无啥合理。平常时嘛爱有才对。大学生是有就是学生票，对，那他们这种年龄就12岁之后就没有了。目前高铁票价有提供12岁以下的儿童半价，大学生只要有学生证，就会当手拍5折至800折的学生票。干那12岁至18岁青少年坐车爱买成人的专票。有立委表示，伊接到一寡高中生的定情，讲定定要参加抢机行动，需要对高雄就北。干那10届车钱就要9万，毋过若是大学生就半价车票通买。既然是要给学生优惠的话，那青少年应该一同比照办理才对。那这样才能够去支持我们的更多的儿少，不管是教育部的壮游计划，或是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参与更多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交通费就被排除在外。高铁表示会跟他提供儿童和大学生优惠，是因为儿童票是法令规定，大学生大部分拢是去外地读册，不过12岁至18岁各中高中生拢是在地读册较济，才会无加入优惠的措施。刚好就是这一段这个中间的这个12到18嘛，对，变成一个这个大家好像忽略之处了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用暑假的少年票来弥补。但是委员刚刚讲说，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措施？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时间来研究？因为这个考虑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计算的问题。新就任的高铁董事长苏德希望外界会当互因3个月时间去研究看卖。立委是呼吁高铁每一个年岁层的囡仔拢需要照顾到，爱提供囡仔公平的社会环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捷运拉线，今仔日是正式来动工啊，是对5车的台中港一路通到东区的建国市场，拢总是有24公里遐尔长，预计在2034年就会起好势。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捷运增加路线其实是无啥会趁钱的，就要靠地方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讲，这台中市府落地啊嘛就要交钱。列车到站，民众排队上落车。台中捷运拉线26号正式开工。捷运公司宣布这一天列线免费坐车，民众大部分拢唔知影，但是对台中捷运路网增加拢有期待。我觉得很好啊，这也是未来社会的趋势啊。这是捷运嘛？对呀。有人开玩笑，就是做生意的，就是太平做一段，然后下午再去龙井做一段，一天就好完。但现在有捷运，我觉得差很多。掐几张？台中第2条捷运正式动工，拉线总经费高达1615亿，总共24.78公里长。西平为台中港开始，东平到东区的建国市场，经过8个行政区，总共设置20座车站，其中海线8座是高架，市区12座是地下段，而且伫咧龙井区设置维修的机厂，专线预计2034年完工。那它从我们的东区一直要行驶到台中港。未来还会继续再延伸，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这个路网还不够密，所以说你要补贴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他赚钱的，那一定的。所以说这不是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就是你选择的问题啊。重点是政府的口袋如果够深，你可以做啊。
你如果不够深的话，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交通学者是认为，除了人口真多台北市，其他城市的捷运拢有营运负载问题，中捷路线扩点就要靠政府的资金帮忙。另外，台湾大道会面临交通黑暗期，人力疏导等措施是毋是准备好啊？也拢考验到台中市府的应变能力。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呢，今仔日又搁喷发，这是今年头一届，而且是5个坑同一个时阵同时来喷发。要毋过呢，这当中有一个坑是较挖准高，即马惊这个土埋会打起，这高啊会塌掉咧，所以目前地方已经找怪手赶紧来清理土埋。听起来亲像海涌在拍的声音，土门火山一直对地下扑出来，土门参火做伙喷起来。透早5点10分左右，万丹乡出名的土门火山今年头摆喷发，一开始有2座，头尾总共有5座同时间喷发。伫2大无同的区域，附近的居民听到土门火山喷发的消息，拢走过来斗阵看闹热。我第一次看到，蛮有趣的。蛮有趣，为什么？因为声音噗噜噗噜噗噜的，跟影片里面看到的实际现实是有差别的。村长表示，这摆土门火山喷发的范围大约是4-5分地，上悬有喷尾2公尺外。去年的时，捌伫3月、7月喷发，为着要消透地下压力，现场嘛赶紧点火，让土门火山会使较早结束。加在这摆喷发无拄着正值的时间，所以对当地农民影响无大。哦，伊就反正一年上少拢会释放一届就对啦，啊无一定讲什么时阵嘛无几济啦。如果伊若无释放，咱南部遮的地动会较严重，哦，所以这算地气的一种的释放啊。万丹的土门火山平均一年会喷发1摆至2摆。逐摆拢差不多10外点钟。虽然土门火山喷发已经成做当地的景点，不过喷发了后的土门打起了后歹处理，让当地的农民真头疼。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高雄大比乌7月初1开始，这规个园区呢要全部交予高雄市政府来代替管理，唔免收门票，敢若会收这车辆的钱尔。也毋过呢，即马环保团体所烦恼讲，这若准全面来开放，恐惊是会影响到当地水源甲生态环境。也若这市政府表示讲，会看其情形继续来评估。一行入大比乌园区，会当看到路面已经钉空过，标线嘛是新画，要互用路人行的专用道嘛，拢已经做好势。对7月初1起，大比乌风景区将交予市府代管经营。以早是高雄市民免门票，后续除了去机车入园爱收钱以外，全面拢免入门票。公园处强调会加强对环境的维护，不过民众要提出一寡改善建议。是否加强园内环境清洁与绿化整理、道路整平、人行动线的优化？及停车空间改善，是否代管后会更重视生态环境的维护？就是目前我只有看到，就是会分成2大边逛而已。但是就是逛的路程中，其实还有很多小岔路，会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通往哪里的。对，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有很多的明确的指示。脚踏车、行人，然后机车跟汽车，标示要再清楚一点，对不对？就是不要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那民众有建议，进前宽团烦恼人甲车若无入园的数量管制，会影响水源甲生态。市府表示，目前也是维持现况，后续会看情形检讨改进。另外，高雄寿山动物园对7月初1到8月底也推出12岁以下囡仔免入门票的优待，而且休假期间嘛有真侪新的动物摊要甲大家见面，要请亲自做过来登录。在园区内的教育中心推出昆虫特展，在每周6日已有专业的讲师带来精彩的讲座。最令人期待的是来自六福村的动物新朋友，有我们的美洲野牛、孟加拉虎及非洲狮，在7月份起也正式来与大小朋友见面。市府表示，无论是大比乌，也是寿山动物园所推出的免门票优待，目的拢是希望会当使民众较接出来外面行搭，也可在地景点会当有人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今仔日有一场真特别的棒球运动会，这是华山基金会带200外个视大人，甲职棒的球员做伙来运动练身体。现场呢，因甚至阁安排一个81岁阿公穿球衫来开球，和阿公少年时阵的棒球梦想会当实现。请开球，好球！
今年81岁王阿公穿球衫，手举特制八达替活动开球。王阿公无娶无生囝，一直拢是华山基金会关怀对象。平常时上大的娱乐就是看棒球，因为罕有机会去体验讲棒球的趣味。基金会特别甲职棒球队合作，带200外几个时段做过来趣味一个，也互王阿公愿望。啊，你较早捌讲球过嘛？唔捌啊，做那做的啦，做那做。啊，这边安尼和大家做伙耍安尼有欢喜无啊？哇，这我也啊！比较少机会像这样实际跟球队明星还有啦啦队一起来参与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促进社会参与的活动，让平常久居在家的独居长辈可以走出家门。活动唔有职棒球员甲时代做过讲球练身体，现场有安排牛血压、加头毛、加针加等服务，互时代会当规个人来外拢健健康康。家己我袂晓加啦，我加到老岁。啊，所以甲你安排这样咧，对你帮助足大吼。系啊，都好啊。我们很常发现长辈长期指甲会增厚变形，然后之后就会有灰指甲的问题。那其实相对的感染几率就会变高，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担心，就是有一些会有担心到蜂窝性组织炎啊等等的一些细菌感染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做好清洁、那保养。因为时代拢是家己一个人大较济，若是不定缺点厝，难免会心情歹。基金会希望透过活动，互因加出来外口行大，甲人群接触，会当活动身体，心情嘛会较快活。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永昌报道。宜兰的唱歌协会选伫总围一笪空地，要来当作是唱歌训练中心。也毋过伫咧挖土的时阵，煞去挖到一尊清朝的土地公的形象，所以协会转伫咧当地来起庙甲祭拜，号名做顺风宫。而且呢，因嘛用平机甲民众来结缘，只要来到遮拜拜，安尼就有平机通去食，这庙嘛变作是当地正热门的地点。伫土地公庙祭拜了后，就会当讨免钱的兵。宜兰总为这间新的土地公庙，这阵啊是真热门的新景点，吸引不少游客。路都有看到，那其实蛮多人都有说这边有个新盖的土地公庙，然后就顺便经过，然后来参拜。大家都只知道那个泡面土地公，没想到还有冰棒的，就觉得真的蛮特别。这间新庙叫顺风宫，因为内底的土地公形象是宜兰唱歌协会伫总围乡永定村某一块空地啊，按算做唱歌训练中心。第菜训练用高边条啊挖土吞倒转的意外发现，互地方感觉真新奇。协会请民俗专家鉴定，形象是清朝100年招财福德精神。因为我是在地土生土长的，所以我知影讲，阮庄仔头是无这款的土地公。在地船长是讲，自细汉到大，拢捌看过这间土地公的形象，研判是屯土的时阵再来。协会祭拜了后，询问土地公的意愿，决定就地起庙。因为顺风旗是唱歌重要的代表，庙名嘛叫做顺风宫，代表顺利平安。冰棒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选手以前的话，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买冰棒给他吃。唱歌协会表示，逐工庙会拢会提供差不多1500支旗仔兵，予拜拜民众弹伞。假日我会提供3000支，也希望来拜拜民众会当支喙大，祈求所来的唱歌比赛选手拢会当顺利比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记台金曲奖入围系列报道，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个台南的查某囝李竹心。伊有一首歌叫做《足芳足芳》，这是模仿跨国话的腔口来唱台语歌。另外呢，伊的台语专辑《水》是咧描写着水摆，也有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这个作品也互伊伫今年金曲奖入围6个奖项。我深前拖，开拄我个拖。有影有痛有味有痛啊！用华语的发音来唱台语，李竹心的这首歌《足芳足芳》，互伊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伊讲自细汉就最爱看电视，创作灵感是对天使玉玲珑来的。我以前顺歌拢会讲一句，讲 Bonjour Bonsoir Bon vivant。啊，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是袂晓台语的，但是伊听我讲即寡音乐背后的故事，我是安怎写这的歌，啊用啥物音，因就会发觉讲，其实台语足好耍的。其实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包括法语和日语等等。李竹心认为，应当爱有深色的音乐来表现台语的多元。伊的作品嘛呈现伊高怪个性，不过李竹心嘛注重描写水歹、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也用一首台湾查某囝来展现无共无样的女性。但是唔通袂记你台湾的查某囝。
李德兴1989年伫台南出世，正11岁就开始参与音乐录音甲出版。伊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专辑《水》是伊头一张台语专辑，拢总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等6个奖项。其实这张专辑就敢若讲一件代志，就是原本的你的模样，不管是身体还是心内底的，原本你生做安怎，拢无要紧，拢是一种水。李德兴表示，有真侪人捌甲伊讲过，听伊唱台语歌，感情的表达等等比华语更较直接。李德兴认为，是伊还未社会化以前，母语就是台语，伊毋免变做另外一个社会期待的型，所以唱台语也互伊展现上真实的模样。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上一桩意外消息，这是巴西呢有一个26岁的查某游客，去到印尼爬火山的时阵，结果滑落去600公尺深的山坎。即马经过要4天的抢救，救援人员已经宣布这个游客死亡，而且遗体嘛已经找到。天色已经暗，这是林嘉年火山国家公园救援队甲医护人员无用甲受难者的遗体扛去救护车。确认受难的是即马26岁的巴西舞者朱莉安娜·马林斯。对于在线相片会当看到，马林斯除了舞者的工课，也真爱爬山。伊最后方发现受难的地点，就是伫印尼龙目岛顶面这粒第2悬的林嘉年火山。外电报道指出，马林斯顶礼拜伫林嘉年火山爬山的路途当中，疑似是无细致滑落去山谷了后就失联，因为当地地形真狭，山顶的天气佮多变化。印尼的救援人员开4天的时间，才第24透过摄影上的仪器找到伊，并且确认伊已经无生命现象。Dengan dipandu ini memang akhirnya memerlukan waktu yang cukup lama. Pada pukul 15.50 kira-kira korban sudah menyampai d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dan perjalanan dar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ini menuju pos yang ada di kita ini memakan waktu kira-kira 6 jam. 根据外电的报道，救援队也甲这段过程向赶到当地马林斯家属说明，并且已经得到家属的理解。马林斯伫巴西是真受欢迎，所以伫这几天救援的过程，巴西全国有数百万人透过网络专程追踪。不过，马林斯的亲人甲民众落尾煞得到不幸的消息。公司新闻4家人朋友。北约的高峰会即马已经宣告，为着要因应这罗西亚的军事威胁，各国是拢正同意美国意见，要甲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的5%。另外，这成员呢，马哥来讲，这因为这个强调一摆集体防御的这个重要性，就连这 Trump 嘛公开来表示讲，其实伊这专呢来到北约的峰会，就是要来支持北约的第5条款。I stand with it. That's why I'm here. If I didn't stand with it, I wouldn't be here. So you would defend countries even Well, what if they did I don't pay just out say? their fair Yes, share? of course. 麦大大批评北约各国白吃白啉，佮真侪个威胁要退出北约的川普，介绍过去强硬态度，伫北约峰会坚定表示会支持第5条款。因为这届伫川普的施压之下，北约各国也达成共识，要伫2035年进前，甲国防的支出对 GDP 的2%提悬到5%。这5%当中有3.5%是传统的军事需求，另外1.5%是军事相关的项目。因为北约峰会做出历史性的声明，川普也公开大力支持第5条款，展现团结气势。不过赛后，李德对川普的一句话，让伊受到媒体的口舌。Fight like 2 kids in a schoolyard. You know, they fight like hell. 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y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get stuff. 针对伊叫川普阿爹，李德解说迄只是一个比喻。不过，伫伊一条互川普的私人简讯，李德是写：你达成数十年以来无一位美国总统做会到的代志。这内容全部互川普公开。事后，李德也互欧洲的记者质问讲，是安怎这场北约的峰会看起来亲像川普的胜利，毋是北约的胜利？暗中批评李德上过破川普。也那中边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顶一回 G7 会议，川普是赶呼呼就离开啊，泽伦斯基白白走一抓。这回泽伦斯基换正式的黑色西米落来，川普注意到啊。He's all dressed up today. 泽伦斯基并无参加北约峰会，伊是伫川普会后和伊单独见面。这届川普也讲到，考虑要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因为北约的国家上关注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伫记者会有一位奥地利的记者，问题是真惨。But you've now been in office for 5 months and 5 days.
Why have you not been able to end the Ukraine war? Because it's more difficult than people would have any idea. Vladimir Putin has been more difficult. Frankly, I had some problems with Zelensky. You may have read about him. 这场历史性的北约峰会看起来真圆满成功，不过西班牙已经表示，各方指出占 GDP 的5%无合理。比利时、斯洛伐克等国家也表示真歹达成。阿说北约内部是要怎解决这寡无共的意见，这会当继续观察。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那咱明仔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那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 AM 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